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讲到这个保甲制度，国情就想到讲，较早我咧听杨秀卿老师，咱国宝念歌艺术家，伊咧念四句联，伊念迄个歌尾，讲哦，家长来听会生保正，啊若跋筊兄来听，互你场场赢，啊若风月场所的小姐来听我的歌，保证你逐暗都找到阿兄。当然这是半咧讲笑，毋过歌尾就是安大人客。咱以早解文说理嘛捌讲过，是讲保甲的制度按倒位来？日本时代真侪人咧讲家长啦、保正啦，这个名词按倒位来？今日解文说理，咱互相来甲探讨一下。照国情目前所知影，我看到千的资料，我所学真有限，我讲出来和大家做伙探讨。正这就是日本时代拄开始，日本人拄来到台湾的时阵。台湾人南北二路拢是骁勇善战，捌有迄个陈秋菊白马将军骑白马，带真侪北部的民众，佮结合简大使这义勇军去为大场廷啦。哇，好甲讲民众中官苦多心马，伊就真烦恼。伊就按招募替日本人开城门的高显营来研究，讲高显营家到底恁台湾人这够造反家，你有啥物款的看法呢？高显营将甲对答。讲大人，我来建议，不妨咱就参考英国清朝时代，咱10户来甲设一个家长，100户来甲设一个保正。因为这个建议造成甲讲，当时的日本总督义玉元太郎才欢喜宣布讲，安尼好甲台北保甲总局来甲成立落，高显营上，你就做第1任保甲总局局长来属。高显营就安尼来做第1任保甲总局的局长。家长10户一个，保正100户一个，啊，阁有哦，啊，阁有就迄当阵的少年家，原来就去设壮丁团，就是讲吼，你变啊17岁到47岁中间，庄头内底较勇壮的，无啥物款不良的品德的少年家，强制拢爱加入壮丁团。壮丁团内底，才就去设团长，就去设副团长，啊，这要创啥？无论家长还是保正，还是壮丁团。咱认真来甲想法彻底，这拢是日本人要掌握、要控制台湾人。因为家长保正，你一庄头，都互相监视啊嘛。你讲倒一家倒一户要反，你若真正无大声来报、来绕、来甲阮讲、来甲阮通报者，真正连你都处罚得到。尤其壮丁团用台湾人的壮丁，甲台湾人义勇军都去拄，这正台湾历史过去世事变化的过程。